换一下赖。好像太随便了，换一个。你好，我们交换一下赖，我可以传照片给你啊。不是，阿迪的前面应该没有人吧？哎呦，我是没有看到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，他是在跟谁换赖啊？他会不会最近压力太大，所以产生幻觉啊？我又没有给他压力。孙行有喊张磊了，孙行有喊张磊了。没错。孙行有喊张磊了。孙行就是在道别的时候请人家慢走，就是孙行。有喊张磊了，就是有空再来玩。所以，假如有客人要离开家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对方说：“孙行有喊张磊了。”一起练习一遍。孙行有喊张磊了。孙行有喊张磊了。都好。阿迪，你没有发烧吧？没有啊。那你在那边一个人说什么？孙行有喊张磊了啊？那是因为我的邻居要搬家了，我在练习看要怎么样跟他说再见啊。我知道了，你的邻居是不是女生？而且你想要跟她藕断丝连。可爱妹，藕断丝连这4个字是用在这边吗？不是吗？不过不是，我突然有个问题耶，为什么莲藕上面会有这么多的洞啊？哦，那是因为啊，莲藕啊，它要呼吸。我们是莲藕，我们生长在泥土里。我们是莲花的根茎，负责储存莲花生长的养分哦。不过，你们不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吗？什么事？为什么我们身体里面都有洞啊？真的哎，为什么啊？不然我们把洞塞住看看。哦，好。快要不能呼吸了。快分开！哦，原来我们身体里的洞是用来呼吸的。莲藕是莲花在水中泥土里面的块茎。由于啊，莲藕的结构是气动发达，所以水中的空气啊很容易跑进去哦。莲藕啊也是储存跟吸收大量养分的地方哦。啊！我竟然忘了。你忘了什么？我的邻居就是今天搬家啦。那你等我一下哦。啊，等什么啦？来，这个你拿去送给他，他就会知道你的意思了。怎么那么好，可爱妹？那我先去哦。谢谢，拜拜。孙行有喊张磊了。可爱妹啊，你拿给他那一袋是什么？就是一袋莲藕啊。莲藕，所以你是要它藕断丝连。